我毋是叫放山，我我的名创造天地。无论什么所在，有两三人以我的名聚集，我也伫因中间。三角的吟诗学落，吟诗圣诗第124首，圣诗第124首。上帝观念实在奥妙。听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道圣经，我是创造天地之外，我信仰所伫上帝就是命，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手玛利亚出世，以温柔病到人来受苦，变是第4埋葬荣辱，第3日。请坐。你是来启文第21篇，启文第21篇，上是第4篇第93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念。上主最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3千。伊建立世界，伊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好，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未改变。请咱暗头三角来祈祷。请阮世间阿爸爸上帝，
阮感谢你，保守阮伫过去的日子，拢得到平安顺利，献上阮的感谢。伫即个分别的日子，圣受你竞选的儿女，搁一摆聚集伫即个所在，来同心敬拜阿罗你，求你按耳通听阮的阿罗甲敬拜。也临在伫阮的中间，甲阮同聚会，通激起阮每一人的警醒甲悔改的心，来成就救主的使命，互阮通真侪别人的祝福，来荣耀主你的名，确定上帝国度伫阮好园即个所在，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主的名。主啊，阮也求你施恩保守。伫阮的兄弟中间，有因为工作出外，也是受合意主动的，求你保守因的心灵平安，要辛苦并行，求主亲自伸手安慰伊伫因。今仔日是退休传教师奉献主日的交换讲台，陈牧师来到遮要分享你的话，也要甲阮分享。幸福小组的牧养经验，来同心推展圣工。愿主保守陈牧师所宣讲的信息，拍动阮每一人的心，也讲甲听的平平得到帮助。求主保守阮的聚会，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三甲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19章，路加福音书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书第19章第1节，耶稣入耶利哥得过去的时，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最抽象的头人，也是好业。伊爱要看耶稣是甚物人。若是人多看袂着，因为伊身躯矮小，就走做前，爬上酸菜树，就要看伊，因为耶稣要对遐过，耶稣到位，抬头看伊，讲：撒该，紧紧落来，因为今仔日我的确要点你的家，就紧紧落来，欢喜接落伊。众人看见，咬念，讲：伊入去歇伫歹人的厝。撒该徛地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中人。若是捌后什么人，就将4倍赔因。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因为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愿上帝赏赐，听伊的话搁去行。这是俄罗请圣乐队天赛伫天顶巡天。
道，即是咱要请陈克安牧师来证道。题目是耶稣互我成做别人的祝福。耶稣互我成做别人的祝福。所有敬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最后一站时间，有办分中间来做个礼拜啊，一切少年伫祈祷中间，也就咱教会这个牧师啊，讲振兴传道吼，敬仰的姊妹做祈祷，因为咱两间教会背景比较相像，所以好时阵是邀请来分享这个灵小组。我相信对咱来讲也是一个真好、一个参考。早起时阵，伫遮也要代表这个总会牧师传道师退休传道委员会来遮请安。就是讲，毋望大家继续来关心这退休的牧师甲传道师因退休以后的生活。我简单报告是安尼啦，重点就是讲，请咱大大方便。咱这团体长老即马代表总会中会这个传务会委员所以也不需要关心。咱知影讲这个做牧师的一世人中我为着这个教会来奉献，退休的时阵，敢若担保这个生活费用。我的爸爸妈妈在世时阵退休时有100块，有偌久以后调整到8000块。爸爸过身了后，剩妈妈伫一人退休费对总来剩5000块。5000块是包紧人佫加上这个老年津贴3000块，一个月8000多块。80几岁的阿嬷住山顶，食物件真简单啦，8000块会当活啦。总是袂使看病看病都较麻烦啦。所以我讲小可的例，就表示讲其他的遮个退休的牧师娘也是牧师，咱继续请大家来带导，好无？遮个方面担保会当斗相当命啦。无咱倒转到今仔日要来讲起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对咱一世人中间不只识听了这个故事，总是咱会当更较深，因为这个地方对咱传统来讲，不只有牵连，这有做一个点啦咱头前会当反省，就是讲，撒甲伊真正自我是啥物？咱大部分的人，当见面的时阵。差不多当讲是一个假想假想，这毋是讲好歹。咱出来时阵，就爱小可来装拍者，无就男女共款，咱穿衫非常注意我出来时阵，无顺便甲我讲，你拉链有没有拉？咱想象你无输徛在台顶的时阵，拉链无好处理好势，真歹势，敢毋是安尼？特别是年岁愈来愈多的时阵，无虽然共款，伊一天差不多中昼时阵，到有当时咧甲问讲，请你看我的眼睛有没有眼屎？我都要注意了，无啦。我们非常注意，咱非常注意咱的这个外表，总是这个真正是代表我家己，甚至连我家己也毋知我到底是啥人。我的个性是怎？咱通常是所表现出来，外口人比咱较清楚，所以咱需要别人给咱提醒。对外表到心内，对撒迦来讲，伊也是头一个一生中间，伊看见通过耶稣看见伊家己。咱共款，咱每一位到伫教会中间，通过咱所看这世界教堂、这图像、这话语、这音乐，咱开始看见咱的家己。这物件拢是一个镜共款，反射咱家己无到遐所在，真正是好势，真正是水。
福音书中间所讲的这个主角，大概是一个反悔，一个典范。伊是一个抽象，伊好囝，总是伊也是一个无信心一个人。伊拢是通过这个欺骗歪歌所谈来。耶稣迄日到伫耶利哥的时阵，请会记得，咱的主拢是主动行往伊所知影讲，遮有人爱真正爱跟我伊。有咧心咧批判要来悔改的人，伫迄个所在，耶稣行跟我伊，伊拢主动的，伊拢主动甲主动，伊好亲像一个真大粒的一个吸石磁铁共款，吸引咱真侪灵魂行伊。所以咱每一回到教会中间，检查咱问一项代志，主，求你拍开我心，我爱伫今仔日中间，你的话语中间。你音乐的中间，一个敬拜中间，求你互我看见我家己，到底我是怎看的人？安尼礼拜才有意思。撒该本身出伫真非常好奇的心态度，想要看这个非常出名，甚至一般的人，这种好奇无拄拄是代表伊信心来信用啦。总是小可代表个伊也非常清甜，即种的塔卜讲，到底是什么人？伊知影伊的这个名声真歹的，所以伊毋敢徛伫这个人的这个面头前，总是伊若准讲徛到这个群众后壁，伊身材矮矮，就看袂着咯。所以心内还佫有即种的心态。所以咱当想想讲，就算讲一个真歹一个人，伊身体也佫有存着上帝形象。英文就讲起着 image of God， 至少也佫有存。这是撒旦无法度摕走。耶稣愈近我，伊的恩典也愈近我这个世界。所以，伊想着一个方法，我想要看到耶稣，我身材会变怎？好咧，到在遮有一张手，伊被定过。所以，耶稣主动，撒该本身伊也来主动，做一个抽象的，伊被手这个动作，小可失礼，真歹看。总是为着要看到耶稣的时阵，伊甘愿做一寡的牺牲。伊这个爬树的动作，要小可甲咱提醒，细数咱袂要想要看耶稣的时阵，想要搁较认捌耶稣的时阵，咱必须要一丝仔出出摕伫心胆的这个人生时阵，咱也敢爱牺牲人，爱牺牲时间，爱主动。咱的主动，互主耶稣看见。撒该被这张手无法归手，本身的上帝有遮深的意思。当初阿当夏娃犯罪时阵，就是用这个无法归手的手也看因身躯。过一遍耶稣嘛经过无法归手，看讲这个手应该伫这个节期中间结归刺，总是无结归刺。耶稣就手做讲，即张手嘛，总讲后悔我经过时啊，佮无即个规矩时，你着孤单。我咧想讲，咱所有人拢是上帝的囝儿，总是咱拢有即个功效。每一个人，每一个囝儿，拢会当结出果子。啊，即个果子是会当互人来牺牲的，庆祝的。真侪咧好奇的群众围围伫即个耶稣四周围，总是耶稣敢若看到伊一个人，伊目睭中间伫通过千人、1000人还是2000人，毋知，总是看敢若看到一个人。然后伊对撒该讲入来，今仔日我的确必定伫你的厝。耶稣所讲的确要定你的厝。主耶稣若要
竞选一个，伊结靠踮伫历史，伊主动。总是这处理是耶稣到伫这个十诫厝中间，也无要求讲你要做啥物，也无大声去讲讲你大声来反悔哦，是来承认你做真侪这个真大实只代志，我才来到你厝。伊拢耶稣看见这个撒该伊的心，原来是受伤的心。充满强大的心、坚强的心，伊拢看见，好亲像咱中间来信主进前，咱拢有真侪只误会、真垃圾、见笑的代志，耶稣拢讲无爱讲啊，以后如果毋通搁做就好啊。这就是撒该自我非常这个真实的自我。咱每一个人到伫主的面头前，咱无法度相比。咱敢若非常辛苦讲主，这就是我本来我。总是反相对，主耶稣伊也是接纳你我原来迄个款式。就是讲外表装得偌水，真侪来甲咱学了。总是伊的目睭看到咱心内，伊甲咱接纳，这是真水的故事。那细数咱中间要传福音，我问一个问题：咱中间已经有对一个人有一个拍分数、打分数，讲这是一个歹人，你敢会甲接近这个人？有可能无？咱本人真侪这个神学知识，咱知影圣经的话语。但是这个人，你心底里讲我无介意你敢会接近伊啊？袂啦，你无法度，你真正是无法度。第二项，因为真心接纳主耶稣，人的心才会当来改变。撒该生来世界，检查都拄到是安尼，因为耶稣非常痴气天，伊看见撒该毋是罪人，这是教会爱教着咱每一个人判人方式，爱有人机会。耶稣请求这个要求撒该来接待，迄个时阵撒该非常快乐，因为伊心内。无遐尼歹，检查伫伊心中间，伊头一回真正有人甲接纳，总是也无甲即份讲，你做了非常非常多即个犯罪记录，耶稣拢无甲问。我咧想象咧读即个圣经的时阵，撒该赶紧走转去，赶紧来备办这物件，耶稣敲定要倒转来，到伊个厝踮伊。伫即路途中间，我相信伊的心开始转变了。徛伫伊的面头前，耶稣好亲像一面镜，对撒该伊心中头一回，伊真正是看见伊家己。那每一回同款，咱甲伫教会中间，每一回咱爱学习亲像撒该同款，必须迄种的非常主动的态度。来教会来做讲，变成做一个习惯，变成做你坐伫遐，互你会当得到这个安慰。总是你无亲像这个撒该心，非常积极的看耶稣的时阵，咱无就得到福气。当撒该这个时阵，徛伫个门口口，听候耶稣要来，众人的议论，讲伊竟然要到这个歹人的厝。咱来想象这个撒该伫这个社区中间印象遮尔歹，甚至到这个程度，拢无要称呼伊的名，拢用这个形容词歹人来讲这个人。咱想看觅，若准讲有人甲你称呼讲你是一个歹人，你会反应安怎？
咱想象讲，撒该本身是活伫社区中间，虽讲是一个真好业，总是非常边缘的人。伊知影所做是人所怨恨的代志，伊知影，总是伊就是毋知，这就是耶稣。敢若看到撒该，耶稣无看其他人，遮个人拢掠准讲家己是好人。遮个人本身也共款是真歹，总是遮个人甲咱兼在有一寡相同，就是讲，咱做了一个好代志时，将这个好代志、正代志报扬了非常大。歹物件无咧讲，撒甲真不幸，你所做拢人拢看到，真歹势，因拢毋知。因所关心是律法，关心是罪恶，关心是这流言，关心是八卦。因的好奇的心充满恶疾的是太多。敢若撒该，虽讲伊真歹，总是好有这一个机会，我要真心来甲你接待。主啊，好我这个机会，这是不简单的代志。第三，悔改是指讲恢复人甲上帝好好关系。撒该接待耶稣时阵，拿伫即个门的下口甲接待，互耶稣会当到伫个厝内底，伊也是拍开个心门，甲耶稣接待。我感觉这不简单，咱会当回想反省，我做一个给耶稣去到运动，到底我接待耶稣到什么款的程度？那准讲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厝，将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声挂伫这个壁中间，来证明我是属于基督教的，迄会使。总是若准讲无接待到身体的时阵，咱的身体无法度改变。这就是不共款的所在。撒该接待耶稣到身体非常亲的所在，到迄个空站时阵，伊突然间做一个决定，就是讲伊改变讲主，我将我的财产一半分落送人。若较早捌外国人的时阵，我4岁较晓。耶稣本身根本就拢无甲要求你应当安怎做，这是伊家己的改变。伊的改变来证明伊的悔改的程度够偌深。真正悔改是恢复一个人倒到互上帝创造迄个非常良善、单纯、灵美心、有上帝形象迄个人。撒该所做非常实际，伊对伫金钱观念完全改变，伊变成做一个非常关心社会用定来送款待，并且就是非常灵敏一个人。伊对伫即个受害人补偿超过律法所做一切，耶稣无根本无甲要求。我相信耶稣伫厝内面伫甲讲起，好亲像耶稣伫即个山顶中间讲起即个天国的律法，兼且讲起个伊自细汉的生活，兼且撒该甲问讲是安怎？你拢无啥物背景，总是遐逐工仔做来甲你军队，啊，到底啥物道理？你遐有经验，我拢无，我甲你形式。耶稣在世间的时阵，并无责备所谓的罪人，伊敢若责备一个人，掠准讲家己是罪孽的法利赛人。伊到伫撒该厝中间，讲起今仔日叫阮要到伫你家，而且传福音就是安尼。耶稣怎样将即个叫阮传到一人厝，啊，即人怎样将即个叫阮接待到心底？咱咧读即个圣经的时阵，有一个声音就对你讲：囝，我爱你，军队我的时阵，
你也共款要将我的救恩送到迄个接待你的人的厝，甲伊的心底，这叫做运动。耶稣对咱的要求就是安尼，就心完全的转变，踮伫的心内，就主动的改变，这是真奇怪。那主讲咱有一寡物件来正看，也是讲拒绝信心，也是讲注点伫你心内时阵，你的改变无法度转，你的改变无法度完全改。好像就一个船共款，行伫这个海面上，伊有得转，只是无往迄个目标伫行就对。伊原是做基督徒，就是咱家己基督徒。咱今仔毋知，真侪咱，特别是咱进入教会信徒，咱对伫教会观念，咱有家己的观念；咱对伫咱诚侪主耶稣的运动，咱有家己的运动观。这拢毋是圣经的，是咱家己的观念。表示讲是有转，无完全正确。有迄个程度，总是无完全迄个程度的成分。所以悔改，有当时阵咱真正是悔改，总是迄个关系无到迄个完全的地步啦。照理讲，咱刚信主时阵悔改，是讲我认捌，我来诚实讲啊，主耶稣，我这个所在无够强。总是迄是到一个程度，悔改是每一日爱做一个工课，每一日自我。通过主耶稣基督，好亲像一个属灵的镜来反射家己的时阵，咱家己会变非常敏感。所以是怎样讲一个基督徒，若准讲听主到一个非常深的地步时阵，伊非常容易来流目屎，是因为伊的灵命非常敏感。安尼讲，是安怎我无遐体靠，是因为我灵命非常缓慢，非常迟钝。看到人伫遐艰苦的时阵，咱的反应真缓慢。耶稣是一个非常灵敏、非常敏感一个上帝。小可看到人的受伤、艰苦的时，一定要流目屎。看见这个教会中间无亲像伊所望会当成长结果子的时阵，一定要流目屎。伊也对远所在看见三界伫迄个所在，明明知伊是一个外国人，知影总是伊的心有一个非常志实的心，望要超找会当改变困难，耶稣伫遐流目屎。一个团好的人，若主讲无存即种灵敏的心的时阵，我甲你讲，你对伫外口遮个代志拢含办，你的反应拢是真迟钝。耶稣。爱你诚侪别人祝福。我准备这个讲道片到这个时阵时，我就问讲主啊，到底要讲什么？还佫无？还佫无？经文的重点，拢永远指向一个方向，就是讲主要说爱你我通过这个经文来看去出一项代志，咱来学习一项代志。撒旦看见主耶稣的时阵。当耶稣进入到伊的厝中间，伊开始改变，然后做出这个决定，将财产分落送向人一半，外国别人的死不改用。一般规矩是安尼，若总是无意中间造成这别人损害，你就照这个计数改赔偿安就好啊。总是伫即个所在，决定讲行死赔，就表示讲伊承认伊毋对，伊好亲像差同款。一个有身份非常好的人，竟然有即款改变，彻底改变。伊毋但改变伊性命观点、价值观、伊的经济观点，拢彻底改变，人生也改变。你通想象，撒该对耶稣的时阵，得到真侪福气啊！会使讲耶稣传福音，
非常具体一个例，非常水。咱要记得，上帝对亚伯拉罕讲：我要互你的子孙做做，你要生出一个大国，我祝福互你，互你有这个名声，然后人也要因为你得到福气。这句话也同款，也肯定咱每一个人的心中，你我得到上帝恩典，总是对当开始，咱改变了后，也要开始成做其他人的祝福。咱做讲阿妹，唔通干那白白来领，想无你改变，袂使。你也要同款变成做别人的祝福，亲像这个耶稣进入到撒旦厝内底。还有姊妹，当咱爱真正改变的时阵，咱开始体会到这个福音本身的水。总是到即阵，还有一个隔离，要安怎讲？有真侪人知影讲有关救恩的道理，真棒，头壳、身体拢知，要怎样讲福音会晓讲，总是要安怎有出现问题，袂晓规划人啊。传福音的进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讲你我这个人，值得对方甲你学了尊敬、信赖。所以讲，这个问题是讲，我要怎样互一个人感觉讲你是值得交心的一个人？交心，你互我会当得到信赖。万且讲福音哦，万且是讲这个圣经道理，就是你诚做，咱诚做是基督徒，是不是当诚做互其他的人值得交心的一个人？那假使我做一个公司的职员，我的头家总经理是一个基督徒，总是我知影伊所做是不真实的，你要叫我怎样来听伊讲道理？每一个基督徒的确爱有吸引力。你袂使讲啊，我无这个吸引力，袂使安尼讲。你应该爱有互人欢喜的所在，欢喜甲你接这个情绪。所以传福音真重要前提，就爱讲建立是你我中间的一个桥，这是非常重要。这个代志，敢若看起来非常简单，总是讲出来无简单。撒旦也未听到耶稣是什么款的人的时阵，伊小可开始知影讲哦，这个人互人尊敬，有一寡道理，有一寡故事。然后伊对身体开始想讲，哪有一天，就算讲短短时间。我要看到伊，感谢主，明仔载，伊要经过阮的这个城市，我的确爱看到伊。那假使我会当听到伊讲话的时阵，搁较好。你看，人就开始主动咧有我你，开始准备要听你讲福音的代志。耶稣伫世间中间，拢无啥物好的这个背景，伊的出身嘛无互人来欣赏，总是咱伫圣经中间看到真侪人讲耶稣讲话非常互人得到帮助，伊是一个非常互人得到快乐帮助的人。所以传福音进程就要开始，我本身就变成做一个非常值得人来亲近。Talent Smart 这个一个知识，伊讲人一个亲和力，也是讲值得信赖特质，这个是生成的，会当训练。所以我将一寡小小实际的物件来分享。到这，
无论什么款的人，拢是非常非常的尊重。那假使讲，咱对一个人客，我做生意的人，头家非常尊重，总是对伫普通的人，咱有非常歹的态度，非常歹的这个言语来对待的时阵，这拢有对。耶稣对世间每一个人，好囝、尊贵、卑贱、送向人，伊讲的拢是非常尊重。那准讲无尊重的时阵，这个人要怎样爱听你讲话啊？我毋知，伫咱基督教会中间100多年以来，咱变成做社会中间的中间分子啊！你敢知影？善车人啊，伫个心底有非常敏感的反应，看到你穿的衫，看到你开的车，看到你讲的款式。看到你的这个知识教育程度，伊就对家己讲：这个人太好，赶紧离开。我无爱伫这个面，这个人面头前显明我的自卑感，我已经是真凄惨的。双向人，伫个心底拢有出这种自我防御的心态。但是主要说非常清楚，唔通互这个人有这种反应，所以伊道正上体，所以伊变成做你这种款式，就亲像保罗讲，什么款的人我就做什么款的人，为着要得到你的心啊。第二项就从将别人事拢放伫第一位，咱有当时阵用家己的方法放伫对方的心上，虽讲是好的。做就有当时阵真困难来接受。讲一个例，细汉时阵哦，宣教师不是出入伫阮厝，因为爸爸是头一代即个牧师吼。有一工伫日本来是宣教师，伫咧食饭的时阵吼，即个原住民爱抬猪啊，抬猪的时阵，即个皮甲肉散肉中间是皮嘛。啊，你将一只猪甲抬的时吼。这个肥肉还佫会冒烟呢，烧烧的，温温的人，他潜规定吼，温迄个醋来食，哦，因为原住民早这真古早中间拢无食肉啦，拢无这个油啦，拢散啦，哦，今仔日真难得，有肉当食，大拢食。连骨头拢嘛食，肥肉当时当作是真好送品，就对迄个日本这个宣教师讲，这个吼，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どうぞ。这日本人目睭安尼非常艰苦，嘴都讲，哦，痛哦，ありがとう，啊，真艰苦甲食落去，苦甲吞落去。我伫边仔看着这个影，我就对我讲：以后唔通勉强啦，以后唔通勉强别人。这个原则敢会使放伫亲子之间的关系。爸爸妈妈，你掠准好物件，唔通勉强你的囝儿接待。你无甲了解，你袂使讲你是我生的，哦。我回想讲，有一阵我的囝，我甲讲，囝，爸爸过去是我安怎吼，培养这种奋斗、独立自主吼，才会当培养我这阵的气质。我会跟他应我讲，阿爸，莫搁讲，我问一个问题，我兼会当倒转到你原来迄个处境。无多啦，伊无都倒转到我原来迄个非常凄惨的生活，不可能。事实就是事实。伊有甲讲，爸爸，你敢知影怎啊读大学哦？迄个基本的这个配件是啥物无？我唔知。头前奥多拜，
第二项电脑，第三项手机啊，安尼加起来偌济？10万块我分倒去。我就讲好囝，若准讲你考调的时阵，我给你准备，果然你考调。结果我迄年我无甲送，哦，伊藏伫心内呢，9万分呢，你看，9万分一单呢。我讲囝，你有你啥拢有啊？伊讲对，拢有，拢是你用迄旧的，拢互我。我就问讲，奥多麦要做啥物？你坐迄个捷运诚好啊。嘛，无奥多麦要怎来载我的女朋友啦？我毋知，伊无法度倒转到我的厝境。咱对待人的时阵，先了解对方的处境，咱才来对伊来做伊所需要物件。要怎样达得人来交心？第三就是讲，将这个对话，就是讲这 dialogue 对话，带到更较亲近的所在。一个人真爱讲趣味的，见面就讲趣味的时阵，趣味的代志，这无拄拄代表你会当了解伊的心。咱每一回到教会中间，平安平安，拢讲表面的代志。哦，你穿衫真水，你这倒位买？哦，无啦，这阮囝送的啦。对美国送的，讲我的生日。哦，这骹的背包啦，侪钱无啦，小小啊100万尔吼。这要怎样对话啦？那我就讲紧烧酸啦。我一骹干那100块，我是拄变特。知影路边摊这个牌啊？路边路边摊，对，路边摊路边摊，路边摊我那是当捡到真好的这个牌哦。明准讲你目睭正硬的时阵，阮太太讲安尼，咱爱将这话带到更较深的。有当时阵吼。人在痛苦时阵，亲像要逼伊的3个朋友，伊来因3个人到伊的身躯边时，拢无咧讲话，看到伊啼哭痛苦时，毋知要怎做安慰啦。结果我甲你合拍，拢无伫接讲，我拢点钱，你也点钱，拢无讲话。即款人哇，卡实讲了解讲，哦，你真正做伫咧倒，听我到这个程度。互我真感谢。咱做人，莫是感觉讲表面的，也是讲将这个 A 的代志讲互 B 的听，将 B 的代志讲互 C 的听，即个讲这大这八卦的代志，袂使咱教育地方袂使做这个，咱赶紧来祈祷。第四项就是讲非常诚恳对待别人，爱注意听，咱讲话时阵，目睭啊看对方，咱看对方时阵吼。毋是迄种非常即个恶质的目睭，家己毋是啦，关心的款，即个目白甲看。总是即马有当时伫讲话时阵，变成做翁婿对即边讲话，某是对即边讲话，讲的代志拢是讲代志，无讲迄个内底物件。也是讲伫讲话时阵，拢耍即个手机啊，这拢是无。非常诚恳诶，即种诶对话。第五就是讲无偏颇，家己心周。传福音非常爱注意对话，毋通凊彩偏颇家己。咱有当时阵是无得去注意，总是爱注意着，才会送中欠价，会人不清，因诶反应非常敏感。真侪会当讲话，就是讲。啊，过来就是讲，爱当分辨事实，毋通凊彩来报用。哦，第七项就是讲，毋通欺骗，爱讲话非常直。人爱耶稣，是耶稣讲话的时阵，拢非常诚恳，伊故事也非常真实。佮再来，讲话就爱非常正直，哦。讲话就要算话，你若讲出来就做到。总是这个直
爱小可分清楚，无毋对。真侪人非常正义，讲话非常直，当然小可了解。咱要需要一个人来改变、接纳你的这个观点的时阵，你的讲话是毋是讲超过这个直的时阵，颠倒破坏，伊会当接纳你的话迄个机会。那即讲对话，互对方变成做讲你赢，我输，伊就离开啊，安尼无好啊。教会人愈来愈侪拢离开，因为你太正直了。咱来非常细致，用祈祷方式，何况无教育智慧，要怎样甲对方来讲话？第9项第9项非常重要，爱带着笑容，笑容，互咱非常轻松，我看到跟咱遮的时阵，遮的姊妹，超过较有即种笑容，兄弟较无啦，可能兄弟伫厝内底受真侪即个委屈。求主来下面笑容非常重要。第10就是讲咱的状态，所穿的衫要非常注重，爱忍啊。日本一项非常趣味，我爱讲，对你的生活非常的热情啊。有真侪基督徒，咱讲话时讲非常诚实总是头一回埋怨厝内底代志，第二回讲埋怨，第3埋怨，你就摇伊讲，你是基督徒，到底你有听你的厝无？你有信仰的人，你有基督耶稣踮你的心内，应该是一个丰富、一个均匀、这对。看安尼是，我无甲你嫌弃。请讲 complain 埋怨，伫公司做朋友做工课，你不是钱嘛？依然有一个兄弟，我毋知伊是毋基督徒，应该是过岁，应该是10年之前，已经是10年，咱伫即个YouTube 还是讲即个 Google 看会到。伊种树超过2亿以上。因厝内底人刚开始因某甲囝讲卖我拜托个，你做什么款的代志？伊对即个县政府讲。这个山，第个山甲照顾，伊种做即个真好品质的树，即马超过，应该是超过15年以上啊。他即马因为囝受监督，真侪人受监督，电视甲报，杂志甲报，真侪人甲报，讲即个人因伊个心。摆伫这台湾，伊疼惜台湾的像哪，伊疼惜台湾的环境生态，讲是非常宝贵，爱保护。虽然我用了真侪的钱，伫这个所在，总是我知我所做的会当，互后代人得到福气。伊真热情啊！咱拢是上帝囝，咱拢是上帝所派来伫这个地上大赛。是安怎有人活出来一种非常悲哀的基督徒生活，却是有人活出非常丰盛、快乐基督徒生活，差别伫倒位？差别伫倒位？所以你要传福音，你大心对家己传福音，咱家己大心对家己传福音。我有伫主要所中间这个内面。完全想改变吗？我会当活出亲像这个三角环快乐到这个程度，连这物件过去，我看做非常重视代志，即摆拢分出去，拢分出去。当然也过出啦。微软的头家基督徒，伊甲伊负责人伫讲话的时阵。
伫结婚之前，两人行伫一个海边啊，讲以后咱赚的钱要怎样？比如讲，赚的钱吼，差不多90%拢奉献出去。因伫信仰中安尼反省，安尼决定。因迄个时阵的公司伫即个美国中间无到第100，排伫100名以内无。微软公司到即阵排伫全世界第一，头好嘢，90%拢搬落一个基金会。美国一个股神看到迄时阵，伊就讲：我99%拢捐互即个基金会。自从伊个夫人过世了，伊讲：我拢无囝，我的财产要归有啥物人，拢骗互你。即个人较属耶稣的时阵，伊知影讲非常好宝贝的物件，毋是伫即个世间，是伫主耶稣，是主互咱福气，是主互咱活每一工拢有趣味，拢有意义，是主互咱有去以迄种眼光看世间，看咱的即个趣，即看人，用耶稣的态度来去看其他人。用这个态度，你若传福音时阵，就会当成功啊！咱做来祈祷，要上帝，我感谢你，当阮想咧遵照你的命令，要来播扬福音的时阵，叫你大声感谢阮心内全部，看阮整个生命通将做别人甲你交往受接纳的品质啊无，转变阮的生活。转变阮的心思念，通亲像你共款。是毋是伫甲即个真心我之间有极大差别？主，阮爱阮即个人，互其他人搭得来交往，安尼我才有即个机会，才有即个机会分享你的救恩。我献上到这。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圣诗第173首，圣诗第173首，恳求音乐主圣神。这是来方便，请您互相对手甲医生去切出来处理。
报告的大声，咱先来念今仔日的经句。是周报的后壁顺序怎遮？十样患难中，以安慰管，要互管对上帝所安慰的安慰，来安慰十样患难中的人。哥林多后书1章4节，请咱来念两遍，请。荆州的出席甲方的报告，甲咱澳洲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第2页是顶面是荆州的出席，请咱家己来看。下面是咱的教育部的自治课程，请咱家己来看。第3页是咱的小组的聚会，请咱到咱附近的小组，咱大附近的小组来参加聚会。第4页是咱奉献的报告，奉献的明细。假使后顶台，请咱应该的中级来检视。请咱先开周报第5页。今仔日是退休宣教师奉献主日，会交换简介，咱真欢迎陈佩兰牧师来分会。本会牧师陈经治牧师前往中教会新安分享，请为主讲代表甲奉献。下晡12点半。就是咱暂时食饭了后，咱12点20，咱就拢讨落来遮坐好。12点20，咱来进行伫即个所在，伫礼拜堂厅即个所在，来听陈牧师咱分享中立教会幸福小组的经验的讲座，请咱大家准时12点20，25就爱坐好啊。主要国小班老师要伫3点来伫9楼高级班的教室来预课，请有关心的时间的会友也当去来关心参与。主日下晡12点伫701教室召开圣诞节预备会，请传道部长请传道部关爱部的部员甲各团队省长出席。下晡后礼拜下晡1点伫702会议室召开综合型审查会，请校长、审查委员甲各班主任出席。后礼拜1点伫6楼办公室召开行政部会，请部员出席。教会消息公告：第小会公告，2019年新任中级甲首长，敬请省略长老陈祖德、王浩杰、执事张德芬、大建士、陈秀竹、魏奇峰、华明伟、陈义兴。小会书记吴传英，第二长老吴传英，小会书记吴传英，副书记李文贵，中执会书记简成，传道部长陈建洲，副部长吴传英，教部长陈祖德，副部长李启平，关爱部长王浩杰，副部长李启平，财务部长陈慧明，副部长林良洲，行政部长李文佳，副部长林良洲。第2点，2019年月历第4楼外口，请咱大家来领只好1份2元钱。第3点，厨房要调布、洗菜、动工，学师内容是礼拜日8点半到9点半是爱餐前的洗菜，12点到1点是爱餐后的洗碗。欢迎加入学师，然后要请咱甲爱餐组咱素颜结束来指教。第4点，2018年幼幼班的运动会来咯，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做伙来动下手。10月28日上午9点40到12点半，只有40名的小朋友，请咱详细内容请咱家己看。第5点，圣诞福音主日甲餐会时间12月
16日礼拜日9点半到11点半，教会4楼礼拜堂做福音的圣诞福音礼拜，11点半到2点半，伫汉平酒店3楼伫福音圣诞福音餐，看咱尽较紧来报名吼。具体消息，本会理员姊妹伫10月70上午家中望主文调安息之外，本会黄文义兄弟的爸爸黄金泰先生伫10月70早5点18分望主文调。第三，本会前干事毛燕婷姊妹母亲吴慧玲姊妹伫10月18日上午望主文调。告解消息，例行伫音会举办千景小手影像馆的音乐会，以目的内容以关怀目，暴力及父母离婚高冲突儿童公益活动。10月26日暗时7点到9点，伫武馆国际演艺厅，欢迎父母带国小3年以上的小朋友来做参观啦，参与活动免费。这是请吴团长来介绍较来倒。大家兄弟大家平安。今仔牧师无伫咧吼，去交换讲台去中立教会，我伫遮有咱2种身份的报告啦吼。因为我代表中会受派到总会团福会做委员，且意思上去做啥物工课，我伫迄个5月份就爱去训练啦吼。最主要就是为着咱遮退休的牧师传教师来关心来。算讲来奉献，来鼓励咱属下所教会来奉献。咱知影，牧者讲伊的一生就是讲伫咱教会咧牧会咱的性命。总是呢，咱甲伊退休了后，咱嘛是爱来关心牧者的生活，这就是透过咱即个合作退休传教师的迄个奉献主任。来奉献这其中一部分，一部分是对咱教会有2个月的这负担金，团福会负担金，来遐来供应，但是嘛是无够吼。我知影这个安养金这个本来是上早是讲这1万，8000，对今年降落来7000，今年佫有条件，伊看咱的迄个金额济少做调整，无亲像即个到时惊钱佫发袂出来，就废去啦所以因为牧者愈来退休的来愈来愈多所以这批的迄个安养金相对会愈来愈增加所以咱透过这个机会互咱遮知影咱来关心啦最主要就是讲这个。尤其一寡迄个艰苦病痛，也是开刀手术也是一寡是大人无伫的伊个囡仔，牧师的囝煞无人照顾的，细汉、大汉有人独立是好，佫有一寡细汉佫无法度所以透过团福会内底真侪奉献的科目嘛是有，像这爱慕之友我是其中的一种这爱慕之友是讲咱即个分享美好，即个大家足侪种拢是。咧，甲咱关心者、牧者的家庭、牧者的夫妇，拢有咧关心，以上今仔到新的朋友来，无啦以上报告，多谢，谢谢。上营388首，上营388首，应跟归献俾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有典记要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甲咱正直嘅三个弟弟，对这时间应许的无双。阿门。请坐。祝歌。电乐会倒。